辛苦咗一日，係時候休息下。喺洋遊靜居，有我洋遊陪你一齊重拾你嘅力量。而家你可以慢慢坐好，或者輕輕咁瞓低，讓你嘅身體揾一個舒服嘅位置。喺嚟緊15分鐘，你可以好舒服咁樣放鬆。而家慢慢閉上你嘅眼睛。喺呢一度，我哋唔再需要趕時間。我哋而家係非常之安全，係一個好寧靜嘅地方。而家我哋一齊深呼吸，慢慢吸，再慢慢呼。將你所有嘅壓力呼晒出嚟。我哋再練習多一次，吸氣，1、2、3、4，呼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將積存喺我哋身體入邊嘅負能量呼晒出嚟。我哋再練習多一次，吸氣，呼氣，我哋跟隨呢一個節奏，呼吸慢慢變得自然。我哋無需要刻意嘅呼吸，只係需要輕輕感覺到空氣慢慢進入你嘅身體，然後又慢慢離開。你做得非常好。我哋保持呢個節奏，開始重拾我哋嘅力量。我知道你一直都好努力，即使而家未有人見到，未得到外面嘅人肯定，其實喺你內心深處有一個最愛你嘅人，佢一直都喺度支持你，佢完全明白你付出咗幾大嘅努力去對抗外面無情嘅世界。而家我哋將專注力留返畀默默支持我哋自己嘅承受壓力嘅內心深處。首先，我哋慢慢放鬆我哋嘅頭皮。而家我哋嘅頭皮感到好輕鬆，額頭慢慢放鬆我哋嘅額頭。眉頭慢慢咁樣放鬆，眼睛附近嘅肌肉好慢好慢咁樣放鬆，面額側邊嘅肌肉都慢慢放鬆，下巴慢慢放鬆。而家我哋成塊面都逐步放鬆晒，變得非常之柔軟。而家慢慢將我哋嘅注意力移去我哋嘅頸部，頸部慢慢咁樣放鬆，膊頭慢慢咁樣沉落去。今日嘅重量，我哋而家可以慢慢咁樣放低。留意我哋左邊嘅膊頭，
慢慢沉落去。我哋跟住呼吸，呼佢出嚟嘅時候，左邊嘅膊頭都變得好輕鬆啦。再慢慢將注意力留意我哋嘅手臂，我哋感覺到手臂嘅溫暖，手踭嘅放鬆，手腕嘅輕鬆。留意下我哋嘅手掌，輕輕咁樣將佢打開。留意我哋每一隻手指，手指公、食指、中指、無名指、手指尾，大家都一齊休息緊啦。而家將注意力帶到你嘅胸口，一呼一吸，留意你胸口嘅起伏，將我哋嘅注意力再集中啲，集中喺我哋嘅心臟，係咪感覺到佢喺度噗噗噗安靜咁喺度跳動？每一下嘅心跳都係支持住你。胸口慢慢變得柔軟，呼吸變得深長，去到你嘅腹部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。喺吸氣嘅時候，你嘅肚腩仔慢慢拱起。呼氣嘅時候，慢慢放鬆。你發現你所有嘅繃緊已經畀你嘅呼吸融化。你嘅注意力而家去到你嘅背脊，背脊尾龍骨一節一節慢慢咁樣放鬆，而且我哋注意到背部被有力嘅支持，穩定而且安全。我哋嘅注意力慢慢向下移，去到你嘅臀部，注意到我哋嘅臀部完全被承托，穩穩咁承托喺床上邊或者你張凳上邊。好放心咁樣放鬆我哋嘅大髀，左邊嘅大髀慢慢咁樣放鬆，右邊嘅大髀慢慢放鬆。而家去到膝頭哥變得好輕鬆，小腿慢慢變沉，腳踭都變得好輕鬆。去到我哋嘅腳掌慢慢放鬆，腳趾輕輕咁樣休息。而家從頭到腳，整個身體都慢慢安靜落嚟。當身體開始休息嘅時候，力量就會慢慢回到你嘅身體。一直支持你嘅力量其實一直都喺度，只係你太攰。而家你身體終於有空間慢慢感受到你力量嘅存在。我哋繼續保持深長嘅呼吸，你會慢慢感覺到自己嘅身體變慢變穩。當你慢慢變得穩定，可以再次嘗試重新企返喺自己入邊，留意自己嘅力量
係咪逐啲逐啲咁回到你身體？我哋一路保持深長嘅呼吸。我哋再留意自己嘅呼吸，係咪繼續一樣咁深咁長？我哋整個身體已經放到好輕鬆，開始感覺到我哋內在嘅力量慢慢回歸。當我哋充滿力量嘅時候，身體覺得安靜，心靈同時都覺得安寧。而家我哋回歸我哋嘅意識，喐下我哋啲腳趾，喐下我哋啲手指，慢慢睜開我哋嘅雙眼。多謝你今日嚟到洋油靜居，畀我陪咗你15分鐘，亦都為自己留低15分鐘。如果呢一份安寧對你有幫助，你可以點讚或者訂閱。任何時候，你覺得自己需要一個安靜、安全嘅地方，可以好容易咁揾返我哋，亦都畀你自己記得，原來有一個地方一直都喺度。當你經過洋油靜居，我哋窗邊嘅燈會靜靜咁樣為你點着，門隨時為你打開。只要你有需要，慢慢走近呢一份溫柔，
永遠都會喺呢一度，洋油靜居，一直會等你返嚟。